住咧就係呢位係泰國嘅運動員，第9線啊，就冇用第1線嘅。國家隊第2線許欽龍，我哋中國香港嘅黃又南係第3線嘅。睇起步啦。咁暫時嚟講咧，就當然喺外線啦，外線快，哇！喳一聲喺第8線斯里蘭卡頭先我講話最快嘅 PB 就係佢啦，45秒79嗰位選手咧就已經喳一聲就已經過咗泰國嘅選手啦。但係日本選手小澤耀平都唔慢喎，一路吊住佢嚟跑，佢又好中意揈頭嘅，睇下一間揈下會唔會揈到翻嚟啊？繼續入彎會唔會追翻近啲啦？佢已經咬住佢噶啦。咁而埋邊線啦，國家隊許欽龍就喺第2線咧，好似擠咗上嚟喎，有機會帶咗出嚟先。咁黃又南暫時就第7、8位度啦。哇！國家隊嘅許欽龍依家就領先啦。卡塔爾嘅運動員喺中間上，反而咧就日本選手今朝已經係咁揈到個頭都甩埋，最後咧可能第4嘅啫。啊！依個係佢個特色嚟嘅係嘛？即係都咁我哋就唔好學啦，因為係咁樣揈法係好嘥力嘅。咁喺要學咧，我諗都係學呢個8色衫呢個卡塔爾選手好標準嘅擺手啊、抬腿啊。當然得好實淨，好高啊！係啊，即係見到佢成個 core 係好實淨啦。46秒53，第2名斯里蘭卡選手46秒82，第3名中國選手46秒92。頭3名都係要4，好可惜啦。47秒04，可惜少少。因為前邊咧就係俾斯里蘭卡個帶到好快啦，帶得快咧，佢係跟得前，或者咧後上嘅人咧就過晒佢哋嘅，包括中國嘅許欽龍啦，依家就喺第3嘅46秒92。我哋睇睇黃又南下佢跑幾多啦48秒23啊！可能即係今朝咧嗰個。係啊，搏到盡啊！太近啦個比賽，真係未必可能個體力嗰個回復上面未必係跟得到。啊！但係都再次恭喜佢啦，佢都今日而係成功打破咗呢一個香港嘅 U20青年紀錄啦，咁都係一個好大嘅里程碑啊！